醒醒啊！广寒宫又黑又冷，你怎么能走呢？你要是走了，谁和我说话呀？你一定是在逗姐姐呢，你在跟我捉迷藏。我一定会把你找到的。玉兔，玉兔，玉兔，你在哪儿啊？快出来呀！玉兔，姐姐，我的兔子不见了。姐姐，我的兔子兔子真的死怎么不了。见了？不会的，我的玉兔是天上的神兔，它是不会死的。你快帮我找找它，快帮我找到它！姐姐，姐姐，玉兔已经死了，真的死了。玉兔怎么会死了呢？那我很快也会死的。我的头发会变白，我的脸会烂的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怎么比广寒宫还可怕？你们是什么人呢？我要离开这儿！姐姐，姐姐。嫦娥姐姐，嫦娥姐姐，嫦娥姐姐，嫦娥姐姐这次也许真的不会再回来了。这回你满意了？你说什么？上次没毒死兔子，这回你得手了。我没有毒死小兔子。先是用萝卜，然后又怪小兔子喝药水，你还想抵赖？我那么喜欢小兔子，我为什么要毒死它？因为你想气走姐姐。姐姐是全天下最美的女人，你不希望她留在这里。帅帅哥，小龙女不是这样的人。你知道什么？你有我跟她熟吗？她心肠本来就不好。在你心目中，我真的就这么差吗？我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每次我向幸福靠近的时候，你都要来给我捣乱啊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谁派你来整我的？你误会我了。我没误会啊，我不喜欢你啊。既然你这么讨厌我，那我走了。小龙女，你可不能走啊！猪哥哥不喜欢我，我走了，他可能会开心点。你走啊，走啊！你以前对我很好的。小龙女，二牛，别追了，我们还有正事要做。我要去找姐姐，你快点抱着小兔子去看大夫啊！可是兔子已经死了嘛，死了也要把它救活吗？兔子不能死的，死了我们怎么对得起姐姐啊？去呀！哦，嫦娥姐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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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个小笼包，你为什么还要跟着我？我没有跟着你啊，我也在找嫦娥姐姐嘛。你明明是听到了我的声音才跟到这里来的吗？是啊，我是跟着你过来的。我想和你一起找嫦娥姐姐嘛。一起？什么一起啊？你怎么这么讨厌呢？我看到你就很烦呢。你不是一看见我就烦，你是一看见小嫦姐姐就喜欢。对呀，我是喜欢姐姐，我喜欢和她在一起，我喜欢听她说话，就算她骂我，我也喜欢呢。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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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是什么？可是嫦娥姐姐不喜欢你。你胡说啊！你想挑拨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啊！我知道的，嫦娥姐姐喜欢我的，我看得出来。你快点走吧，越远越好。猪哥哥。什么猪哥哥？我不是你猪哥哥，我不是你哥哥。你真的就忍心？忍心？嫦娥姐姐走了，我真的很伤心。是啊，如果是你走了的话，我就会很开心。你能不能让我多开心一点啊？走啊，走啊，快走啊！你走啊，别跟着我了。
我告诉你啊，你不是希望我很开心吗？你真的希望我开心，就不要再跟着我了。哼。大夫，大夫，大夫，我求求你救救小兔子吧！大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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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求求你救救小兔子吧！大夫，大夫，大夫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大夫，我求求你救救这个小兔子吧！没法救了，已经死了。这兔子本来没有病，是饿死的、渴死的。你看看，都僵了，你没感觉吗？大夫，我求求你救它一下吧！大夫。没法救了，你这人有毛病啊！大夫，什么？家里人都死光了？别哭了，死光了就死光了呗，剩下你一个人活着多好啊！算我的棺材钱喽。你脾气还挺大的。你给我钱干什么？我是可怜你才给你钱买棺材的呀。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可怜过谁呢。你干嘛要可怜我？我有什么好可怜的？你看你，傻乎乎的，家里人又死光了。是兔子死了。喂，兔子死了你埋了就行了，你哭什么呀？你管我哭什么？我忍不住就想哭。不许哭！你是谁啊？你为什么不许我哭？我想哭，我想哭。小兔子，你不要死啊！你活过来吧。喂，你真是因为这只兔子死才哭啊？当然了。他是你亲戚？不是，可他比我亲戚还要亲啊！小兔子，你不要死啊！你快活过来吧！哇，这只兔子好白，好可爱哦，难怪你哭得那么伤心。小伙子，慢慢哭啊。小兔子，你怎么烧焦了？你怎么烧焦了，小兔子？
的丑香蕉。我好紧张哦。水珠啊，花水珠，你一定要给我好运气，好运气，好运气啊，好运气！好烫啊！真难为情。就是他吗？转过来一点啊！咦，傻瓜，转过来让我看看你的脸嘛！转过来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！哎呀，转过来嘛！你为什么不许我哭啊？怎么会是他？大师兄，我觉得天师啊，现在肯定陷入温柔乡之中，再也回不来跟我们一起厮混了。我想，不如你就顺势接过天师的称号，不知您意下如何呀？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唉，人各有志，师傅追求的是风花雪月，我们做徒弟的也不必勉强，大家说是吧？是啊，是。所以这个烂摊子，我就勉为其难，来上身了。好，我们说支持大师兄当天师，要不要？要。来喝，来，哎，来，大家吃菜，吃。怎么了？师傅，师傅，您大功告成了。哎，别提了，为师想通了，以后再也不装什么兔子了。师傅，那您这次回来准备待多久啊？不走了，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己的狗窝啊！那是。来，给本天师上酒上菜。哎，好嘞，师傅，来，师傅。师傅这边坐，师傅坐，给师傅倒酒，快，给师傅倒酒。来，喝酒，来，大家敬师傅一杯。来，来，来，马上。不过师傅，您就这么回来了，不回去了也不好吧？那个美人要是找不着兔子，会着急的。没关系，为师已经准备了一只喂过毒药的兔子，恐怕现在已经毒发身亡了。高啊，师傅！师傅这金蝉脱壳之计实在令人佩服。来，敬师傅，敬师傅。真是多事之秋啊！天上多了个太阳，把海水晒得越来越少了。哼，我是不是要改行去当陆地龟了？哎，小龙女，
龙王都快急疯了，我得去告诉他。龟丞相，你不要告诉父王啊！我这次回来很快就走了，你要是告诉父王的话，他又要关注我了。啊，那你怎么会在这儿呢？龟丞相，你知不知道天上有2个太阳的事？唉，我当然知道，我正在为这个事儿发愁呢。那你知不知道玉帝派人下凡去射太阳啊？这个我就不清楚了。毕竟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水底。嘿嘿，2个世界，消息不通啊！我没什么事了，龟丞相，谢谢你。哎，你要去哪里呀？哎，我在天庭有个朋友，他也许会知道这一切。末将来迟，请玉帝恕罪。哎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眷恋大家不要搞这种繁文缛节，对不对？来，你马上去把千里眼给我找过来，记住，要让他立即过来。是。玉帝神神秘秘让末将去找千里眼，末将不知道该不该去。你去吧。那末将真的去了。去吧。是。笨蛋，你不把千里眼找来，本宫如何知道玉帝到底想干什么？千里眼，今日天庭公休，我休息。千里眼啊，千里眼啊！哎呀，你好烦呐！我有重要的事情，请你帮忙。我根本都不认识你。我也不认识你，不过龟丞相认识你嘛。哦，龟丞相啊，我们还是挺熟的。哎，他没说让你给我带点什么特产吗？啊，有啊。龟丞相果然有心呢。你尝尝味道怎样？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鲜，确实鲜呢。我呢，就好这海鲜。哎，你不是说找我有事儿吗？哦，我想请你帮我打听一个事。没问题呀。哎，我实话告诉你啊，在这天上人间就没有我跟我兄弟不知道的事情。你兄弟是哪位啊？是文尔啊。你想啊，我呢，什么都能瞧见，他呢，什么都能听得见。这世界上，对我们俩来说，还有秘密吗？那生日的事你知道吧？千里眼，千里眼，玉帝召见，速速前去。好，我马上就去啊！哎，千里老兄，麻烦你帮我把这个小鸭子送下去啊！千里眼，丫头，天庭可不许乱闯。叩见王母娘娘。末将参见王母娘娘。千里眼拜见玉帝。啊哈，平身。千里眼啊，朕平日待你如何呀？好啊。你平日利用自己的天赋异能，经常偷看人间的勾当，朕从来没有责怪你吧？没有没有。那你是不是该回报一下朕呢？应该的。好，
那你就替朕看一眼吴刚。好啊，你这个小人，朕明白了。你不愿意与朕保持故人友人关系，而是要与朕保持一定的距离，拒人千里之外。行，没问题，朕答应你，以后不再姑息于你。玉帝，那我还有别的选择吗？没有。那好吧。不过这天大地大的，我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吴刚啊。吴刚在天狼星。天狼星。你都看见什么了？不太妙啊！什么情况？他被困在那儿，四周都是火，迟早是会被火烧死的。你别愣在这儿，赶紧看看呐！哎呦，玉帝啊，我功力微薄，运一次功就得歇半个时辰。好了，你先歇会儿吧。玉帝，你闹够了没有啊？参见王母娘娘。退下去吧。是。仁慈的王母，朕好歹是个玉帝，你总玩这种无聊的把戏，很不合适哦。圣明的玉帝，我毕竟是王母娘娘，你总在背后搞些小动作，这也不合适吧？毕竟吴刚是朕的手下爱将，我不能对他的生死不闻不问吧？这个你倒可以放心，吴刚他是不会死的。为什么？天狼星乃是他命星，是不会要他的命，但是他会怎么样？堕入魔道。堕入魔道？你事先就知道是不是？这事情都是你计划好的，对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只有这么做，才能让吴刚堕入魔道，我才能够请西方神佛来对付他。你为什么就不肯放过吴刚呢？一山容不下二虎，这连凡间小孩都明白的道理，难道玉帝你就不明白？圣明的玉帝，你别总是正义凛然地指责我。如果什么事都顺着吴刚，天庭还有规矩吗？这个问题嘛，你肯定不愿意。你想想啊，吴刚要是不死，天狼星就永远不会消失，天有二日的情况就永远不会改变。到那个时候，你怎么向天上人间交代呀？仁慈的王母，你不要忘了，你曾经亲自下令命令嫦娥下凡督促二牛射日。笑话，二牛那个笨蛋也能射日，这个你也相信啊？既然你不信，你为什么派嫦娥下凡去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？你干嘛那么着急呀？我这么做嘛，也是为了嫦娥好。你想想看，她一个人在广寒宫，多孤单，多寂寞呀。下凡对她而言是一件好事。再说了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她也有机会与后羿复合。王母，你想的太多了。你可别辜负了我的一片苦心啊！我这么做，都是为了你，为了天庭安危啊！别再说了。
无论如何，朕一定要救吴刚。他毕竟曾是朕的爱将。那救出来以后呢？就算让他回到广寒宫上孤老千年，也好过堕入魔道，被西方神佛消灭，永世不得超生啊！圣明的玉帝，你别忘了天狼星的诅咒，只要你一踏上天狼星，就会立刻化为灰烬。朕自会找人帮忙。帮忙？哼，我倒想知道，天庭之内会有哪位神仙敢帮你的忙？好了，玉帝，吴刚不死，对天庭不利。记住，成大事者，切不可为了儿女私情所困。好了，你好好琢磨琢磨吧。小姑娘，进来吧。大叔，你叫我啊？喝不了就别喝了。我听人说呢，一个人喝闷酒的时候，最需要另外一个人陪他喝几杯了。小龙女，你跟小时候一样。你认识我？你小时候，你父亲带你来天庭玩过。我都记不起来了。这次到天庭有什么事儿吗？是啊，我想帮二牛。你认识二牛？嗯，猪哥哥也在那里。猪哥哥，猪帅帅哥？嗯。他怎么也在那儿啊？因为嫦娥姐姐啊，我想呢，把太阳射下来之后，那嫦娥姐姐就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了，那猪哥哥也就可以。小龙女，真看不出来啊，你还挺有心思啊。你跟朕说说那个二牛，他像不像是能射日的人？二牛哥哥呢，他很会做饼，做得很好吃。不过射日的话，不成，对吗？现在可能不成，但是二牛哥哥他真的很努力，每天都在练习。唉，来不及啊。也许只有像王母说的那样，只有彻底消灭吴刚，才能让天狼星灰飞烟灭呀。唉，我说吴刚啊，你怎么这么命苦啊？大叔，你别难过了。啊，不如你说说看，当初后羿是怎么射下太阳的？要射下天狼星，需要勇气、牺牲，再加上仁爱，这三者缺一不可。这几千年来，只有后羿才能满足这个条件。啊，大叔，我可以帮你救吴刚。哎呀，小龙女啊，别胡说八道了。此事已成定局了，如果我们救不了吴刚，天佑二日的局面就永远无法改变。不会的，二牛哥哥一定可以射下天狼星的。不，小龙女，如果他不能，如果我们救下吴刚，那天上就会永远有2个太阳，凡间将民不聊生啊，就连海洋都会干枯。我知道，但是二牛和猪哥哥是一定会成功的。这事儿跟猪帅帅哥有什么关系啊？二牛哥哥和猪哥哥是很好的朋友，而且猪哥哥也想帮嫦娥姐姐，有他在，这事一定能成的。好，那我就相信你。事不宜迟，麻烦你赶快到天狼星，
在吴刚堕入魔道之前，把他救起。嗯，好啊。啊，大叔。你说我们能不能帮助嫦娥姐姐找到那个人？她已经受了很多苦了，应该得到幸福的。哎呀，小龙女啊，这种事情是要讲缘分的，该找到的时候，自然就能找到了。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好啦，我走了。好好好。老天爷，你怎么给我安排这么个窝囊废当老公啊？我就是嫁给一只乌龟，也比嫁给他强啊！小兔子，你别怪我，我没本事，连你的尸体也保不了，真对不起。你就在这里安息吧。小兔子，是你显灵了吗？啊，你要是升天，就快点走吧，啊！在天上享福，总比在我们家吃胡萝卜强。什么显灵升天？这个傻瓜，简直是又丑又笨，脑子还有点不正常。我可是堂堂东海二公主哎，怎么能跟他在一起呢？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！我绝对不能嫁给这个臭男人！哼！今天啊，小龙女、帅帅哥，还有小常，都没有来给你送戏了。等过几天，我再领他们来看你。就算这是命中注定，我也要改掉这个命，就是死也得改。怎么有一面镜子呀？小小的方便一下，哎，二公主请坐，哎，请坐，哎呀，请坐，请坐。二公主，你今天好像很不开心的样子啊。我当然不开心了，你做了什么，你心里清楚。哦，昨天是月圆之夜，难道你已经看了镜花水月？看你的样子，肯定是十分不满意。哎，那个男的到底是谁啊？你瞎说什么呀？什么男人？我在镜子里头什么都没有看到啊！没有看到？
那你急什么呀？就是因为我什么都没有看到，所以才着急嘛。我看你呀，根本就是在耍我。天打五雷轰啊！我对二公主那是一片忠诚啊，我怎么敢耍你呢？是不是你做的不正确呢？很正确啊，没错啊，可就是什么都没有看到。真的？我骗你干嘛？咦，怎么会呢？这个方法是师傅的真传，百试不爽啊！你是不是把镜子给打碎了？打碎会怎么样？打碎就等于扯断了红线，这段姻缘就没了。真的啊？真的？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我让你嘴碎，让师傅知道我还活不活？别打了，你真可爱！哎呀，我活该呀！让你嘴松，让你嘴松，千重。你很痒吗？是不是身上有虱子啊？我把镜子放哪儿了？哎，有虱子没关系，我这有上好的杀虫水，保证。哎，人呢？被那个混蛋给捡走了。二姐姐，你帮我个忙。没空。不要啊，人命关天呢。你烦不烦呢？我现在自己都人命关天了。哎呀，不过，如果你帮我一个忙，我就帮你哦。好啊，你说。我有一面这么大的铜镜不见了，你帮我找回来。好啊，你掉在哪里了？这附近吧。不过我觉得肯定是那个二牛给捡走了。二牛？好，我帮你去问他。大叔，是不是嫦娥姐姐她回来了？哎呀，你这个臭小子，你今天跑到哪儿去了？连个人影也见不着。你看我忙的，也没说过来帮我搭把手。哎呀，别说这么多了，姐姐在哪里啊？姐姐呀，姐姐根本就没回来，我没看见。姐姐没回来。哦，来了。少帅哥，姐姐找到了吗？没有。哎，那只兔子怎么样了？已经埋了。
哦，对了，我今天捡了一面镜子，我本来想，如果小常回来了，就把它送给他。要不，先放在你这儿。大家不要急，小常马上就回来。不要急，不要急啊！小常他马上就回来啊！我都等了1天了，不容易啊！你叫他出来看我一眼吧，跟我笑一笑就足够了。他马上就回来。你们1个、2个、3个都快走啊！要买饼就买饼，没有美人了，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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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这个小子就是骗人的！不信你不信是吧？不信自己找找看。臭小子，你说什么呢？大家不要听他说啊！小常马上就回来啊！我看这小子8成说的是真的呀！找美人去，我们走，走，我们走！哎，别走啊！快走啊，走！别走啊！别走啊！哎呀！你这个臭小子，啊，你吃我的住我的，你平时什么都不干啊，还来捣我的乱，把我的生意给搅了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什么都不想啊！哎呀，你小子还敢顶嘴！大叔，大叔，你就少说2句吧。现在帅帅哥心情也不好的，他心情不好，他是个败家子儿。二牛啊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他跟那些客人说啊，小常走了，咱也不回来了。这就是什么意思？不是败家子儿吗？大叔，你听我说，你想想，原先没有小常，我们不也照样卖饼吗？你懂什么呀？现在不多挣点钱，将来老了怎么办啊？你老了不是有我照顾你吗？你照顾我啊？那你要是死了呢？谁照顾我呀？啊？哼！不行啊！哎呀，姐姐，哎，别动！姐姐，姐姐你在哪里呀？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？你看这面铜镜多亮啊！你要是在这里，一定会喜欢的。姐姐，你快回来啊！姐姐，你快回来！姐姐，猪哥哥，猪哥哥，你走开啊！我现在很伤心。可能要哭了。我想问一下，你可不可以把这面铜镜给我？不可以。我改天送一面更好的给你啊。这面铜镜我要送给嫦娥姐姐的。但是有人等着这面铜镜救命啊！你为什么要抢我的铜镜啊？我没时间跟你解释了。放开！哎，哇！放开我！喂！2个时辰之后就会放开了，你等会儿吧。喂，小笼包，小笼包，小笼包啊！姐姐，找到了，小贝，给我。你先帮我那个忙，再还给你啊。你不相信我啊？哎，你看看你啊，你看看，小妹啊，你在人间待久了，你都学会人的那一套了啊。不是啊，人命关天，我们真的要快点了。姐，跟着我。
些火焰都是恶魔，他们要吞噬你，让你入魔。你要坚持住啊！他是谁啊？赶紧先救人了。吴刚哥哥，你赶紧跟我回天庭，找大叔帮忙驱走你体内的魔性。听好，我要在你们2位之间挑选大英雄。现在有2个英雄任务要交给你们。吴刚，你的主要任务是消除祸害凡间的天有9日之灾。小妹，那个男的是谁呀？你跟他熟不熟啊？介绍给我认识一下嘛。哎，镜子的事儿就算了，你别胡思乱想了。哎呀，小妹，他是哪儿的？他年龄多大了？啊，快给我讲一下嘛！你跟他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来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今天晚上不醉不归。来，划2圈。你要点什么？酒啊！好。酒来了。杯子。杯子。喝酒就喝酒，看我干什么？有什么好看的？喝酒，会场5比8八进不好。来，说了，喝，再来，4进3，6对手7罚。吵死了，吵死了！喝酒就喝酒，划什么拳啊？吵死了！脾气够大的啊！这种小娘们，用不着跟他一般见识。什么酒啊，一点味道都没有，难喝死了！哎，客官，你还没结账呢。结什么账啊？要钱是吧？到巷子口找那个做大饼的二牛要去。可是这……哎，大师兄今天怎么这么爱多少钱？说的是。世间只有月亮好，月圆的时候忘不了，离开月亮无处逃。真心何处找？走。美人儿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我们把她抓回去，天师肯定大大有赏。走。
看你还往哪里跑！吃！跑！凭你们也敢动我心爱的嫦娥，真是一群猪！离开月亮无处逃。广寒宫，你在哪儿啊？我都走了好远了，腿都酸了。我想回去，我想回去了。谁来救我？你来救我好不好啊？好。怎么又是你啊？是我。你这个人怎么总是阴魂不散的？我来救你。救我？他们想害你。谁想害我？玉帝。不可能，玉帝才不会害我呢。玉帝很善良的，他怕我孤独，就变个后羿的影子来陪我。要不是这个影子，我根本就熬不过独守月宫几百年的孤独。你被他骗了，他亲口跟我说那影子就是他的阴谋。继续说。那是你心里真正爱的人，所以你才会愿意跟影子在一起，看到他心里就会平静，就不会感觉到孤单。那个影子是后羿？不是后羿，就是后羿。他是天上人间最英雄的男人。玉帝也是个好人。你被他骗了，他是小人。你知不知道，我和他都想做天地间大英雄。为了第一，他一点不留情。你不是还好好的活着吗？因为我还不能死。我可以不和他争，我可以不做大英雄，甚至连名声我也可以不要。他连你也要夺走，这绝对不行。可笑，我只想跟后羿在一起，跟玉帝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是因为你失忆了。在那些逝去的记忆里，我跟你彼此情投意合，海誓山盟。嫦娥，只要有你在我身边，我可以放弃一切，甚至放弃去向玉帝讨回公道。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！哼，玉帝可能现在正等着你自投罗网呢。玉帝会来主持正义，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你干什么？你是妖怪！你是魔鬼！